深圳龍崗呢個新公園收埋唔住啦，仲未正式開放就已經提前紅咗。無論係行山吸氧、登山觀景，抑或係湊細路踏青，都好舒服寫意。由丹竹頭地鐵站 A、B 出口出嚟，打車導航去沙灣實驗學校，由學校左邊嘅小路行入去，再爬一段棧道，上到頂之後向右邊落斜，大概10分鐘就基本上會見到呢個空中棧道噶啦。呢度就係深圳即將開放嘅新公園——南灣郊野公園。橙黃色嘅配色喺一片綠意當中零舍搶眼，圓形嘅棧道將中間嘅樹木包圍住，會有種中式園林嘅美感。由另一個角度睇更加壯觀，好似一座高聳嘅天空之城。嚟呢度影相打卡肯定好易出到靚相。再沿住梯田式嘅棧道向下行，一邊係兒童遊樂場，一邊係清水棧道。嚟呢度散心散步非常之舒服。如果仲有氣力，喺山頂嘅一側仲有個觀景台，解鎖360度超廣闊視野。喺呢度就可以遠眺唔同山、大望橋，還是龍崗片區，靚景全部一眼睇晒。目前呢個公園仲未完全開放，遊樂設施仲未完善，但深圳下一個頂流公園話唔定就係喺呢度，一齊期待下啦。